在地人在地情来看台湾念歌节，伫台中来举办，超过30组的团队登就舞台表演念歌，互人感受到无同款的台湾味。 全台语念歌表演，真足听一字一句两种意思。来自恒春的福可泰，用时间曲调来念歌。我们的民谣是的确融入很多全世界的流行，还有世界音乐的元素。来自迄种民俗车歌剧团，靠台湾的古早片，将早期英国生活故事透过念歌来传唱。就算无经历迄个年代，卖当深刻感受。较聪明啦，啊，就安尼讲白贼，家某骗钱出来啉烧酒啦，用一个家庭款化安尼改编4句哦。面对特别失去念歌行业，透过民谣团队表演，让大家想起过去台湾的生活背景。 Hello， 我是庄宇杰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